My life 啊，我未記佢騎來，我等佢寫 John 啊， John 啊，我俾抄卡時候妹都頭聲啊，哈，那是啊。In future, Luca Bruce 是有機會來台灣啊！哈，你當攏去 supermarket 去買一個豪華嘅西味。chicken biscuit。等我看，會使。啊，買豪華真好啊！然後我感謝你謝咯。你都地攤你袂我買對邊個我知道？啊？我買對邊個啊？唔係啦，你做咩寄物件互別人了？免。不，我看若是講 workspace 係講我比較了。誒，你使寄你小英好啊？I know。那 biscuit，看那美國那邊，哎呀，我睇食我開鴨我係食咗了去喎。我 maybe 我Honey biscuit 嚟。chicken biscuit。crackers 啦，是 crackers 啦，頂擺馬來西亞有賣。睇下較歹脆了，然後這邊英國做一過無，伊人無唔知是蝦米物本。但係我去美國時，我買哎呦多三四啊。不要緊，我買啊，你邊個？買啦，你寄物件互你會真正啦。我看，若是講我有夠未來講我寄啦，不要緊。我未 guarantee，但我會就我想應該是有夠位。我對馬來西亞我都冇咪寄物件，佢就是寄我人嘅。然後是個輕 ，OK，我會來講我寄你。特別你免煩惱啊。哈，我是超卡時候你一樣咯。不要緊。แล้วบัดสิ้นสุดว่าอย่ารู้แล้วจะไป講鬼告訴啊，講啊，啊，可唔可以講下你這幾個數嘅使東幫路買唔見啊？冇啊，請人去了嘛，去人嘅新正 event 嘛，都做 T-shirt 啦，誒，是當嘅，當是 Facebook 係啊，哦是 Facebook 人或者是留 message 講，哎呀，我未記開 live，做啲 YouTube。我而家到底呢部啊？學姐自己講啦，佢講，你只隻嘛，不怎麼樣。應該是講了啊。我看 recently 應該是我 friend 嚟咯，我 friend 嚟厝。講下，你講咧，就別人就發講嘅。我係直接我 friend 同我講啦，我這是 friend 嚟啦，伊把路到one of Malaysia state 入邊做工，然後伊了睡 condo 隻 unit 嚟嘅。伊睡是本正 OK 啦，然後我唔知係咪屬於搬 same area。I think 是 same area 無上 condo 咧，搬去另外嗰隻 unit，伊講較便宜。แล้ว I think 是 because 便宜，所以佢見出有問題。哦，呢是有問題啊，個便宜稅。個便宜，then 伊個 at first 是無感覺嘅，伊啊成個有陣時到房間時，伊會聽到外口聽有人敲桌頂啊，佢哋唔驚個了。Before 得一隻人呢，伊就解個講哦 ，maybe neighbor 啦 ，because silent 嘛，無人，個人一隻人到處在，有陣時真點哦，人敲 table 會聽到嘅嘛，你 neighbor，所以啦，唔插伊哦。แล้ว after that 伊嘅另外嗰隻 housemate 搬入來嘅時，แล้ว有自己養嘅到房間入邊，無到聽講話，講話嗬，伊嘅目睭就看到伊房間嘅嘛，伊想 at the end of the eye 可能看到伊房間嘅時，然後到聽講話，伊嘅房間入邊係有人拖到頂個到伊真樣明顯，然後咧到邊講個點起咧，樣嘅感覺就是。買隻房間，because 這個物件嚇，伊講我的我是到聽呢，伊唔捌入去房間咧，即 suddenly 入去房間。哦，你一樣到聽嘅時，所以走去房間。maybe 哦，你我甲伊講嘛，講你使見。話到頂嘅聲啦，就是講。我甲伊講，攏會使見搬，because 我感覺電話真正個你都知喲。你捌去過呀？以為。伊有甲我講，伊講是講你來 visit 我嘅時，你使倒來厝，我講我驚，等陣對我對住。對我對住我買。係啦，伊講誒，一間下你看到我對你對住，你甲我拍殼。我看袂到，伊講等陣講，一間應該是會參上會倒卡手，我咪死我買。係啦。Because I think 伊看到。
伊有可能看到 something on me， but 我看不到伊样会感觉一样。所以我不买去假假样安尼啫 ，because once 成個係 I think last week 我有講嘅咯。The moment 你假樣咧係哦，你會感覺到樣做係做 strong 嘅，所以 there was a time 我 control 我嘅其實完全唔係插小嗬，你會慢慢 getting lesser and lesser。你無用伊就拿來拿回嘅，喺那裡。唔是講容易啦 ，because last time when 你 first discover 嘅時，你驚嘛，你驚咧，你淡淡去想伊。對，你淡淡去想伊咧，I think 佢哋唔夠就係講哦，你 feel 到了，要淡淡，成個 gamble 喺那播看，誒，去 try 看伊嘅感覺到喺咯。誒，當時是 email 收到這 link 嘅，按照大道嘅，嗰個冇收成 email 嘅。我收到 email， 我收到 email。叫伊退呢個 spam 嘅 folder 啦。check your spam。咁啊，頭先呢度收到係得。แล้ว I think 慢慢แล้ว佢ลูกmaybe 佢哋唔夾本成咧個即係淡淡 knock on the door，就看淡淡 ignore 人嘅樣本成咧，就被嚟 disturb 咯。伊未起聲地個路啊，你 ignore。Because 我都冇看到樣嘛，我都未看到樣 ，unless 伊再講你看到樣，有可能伊會甲你發脾氣啦。我是迄種未看到嘅嘛，我是感覺有 six sense 嘅嘛。所以樣冇，伊有可能到我頭前罵我都唔知啊。你會記定過節誒時，我講幾個事講一半事，了我硬劍嘅啦，好似我嚇到我。對。Actually 我 already 看到咧，圖片啊邊個？我鳥看出去。你俄羅斯紅人圖片響淡淡我就注意，我注意咧，伊行入來，伊個驚 interrupt 你咧，伊淡淡閃，就所以嚇到你。嗱，或者 Hi baby, I saw you. Oh baby, love you, bye. We can see you. 你看，伊無曬了嗬，誒，你是講 hello 了嗬？後面嘅事嘛。taquitos。哎呦，baru puho garing-garing。แล้วbreakfast 個啊，嗰陣時 lunch 講要接住煮飯行。靠啊佢。我 so far 冇食到我手拎個，我梗係驚我直接吞掉我手拎。知道你邊冇咧沾魚啊？嗬，拉水嘅沾喎。背咗對啊嚇，放起啊！冇咧沾魚啊嚇，還是你開下咧中國嘅下面美圖 video 嘅，我都冇變沾嘅啊。你邊背咗對啊？中國唔是有一個 apps 咩 video 嘅，真係勁嘅，就係開呢係一頭裏邊嘅變山啊，變隻水氣嘅啊，係咧係咪 video apps 啊？係咧中國嘅，因中國唔是只下呢 live 嘅 apps 咩？是啊，未唔是看到真人嘅，想看到鬼啊！你看到真人嘅是看鬼啊，可能360度冇成啦。Oh my god！咱12 minutes 就嚟幾 episode？是。個人講，我想袂到啊，當時。大粒頭。Hello。住嚟。冇啊。我每日大頭啊！我關事啊！冇人應啊 ，hello。冇幫。佢告訴我。嚇？佢告訴啊？我也告訴啦。我有頭切嘅歌數哦。講鬼先啊！頭切啊！而且 I think 頂到我講過咯，我 grandmother 甲我 stepfather 講過啊。我會記是我嘅歌調，第一代嘅歌調，鬼先嘅是一頭切啊！我走卡聽到聲。係咪嘅？走卡呀？嗯。安怎聽到係咪聲？
佢就 kitch 確確會使特別特叫人啲樓頂啊，可能看來看去，唔加樓樓下。哦，我今日就只能夠做只聽到。對啦，泡波嗰邊咯。係咯，可能。我唔知我講過無，我會記我係大條，我係大個條。出事嘅時，伊愛無去嘅時啊，我人規定人就對去我嘅爸迄邊嘅，而且我嘅爸啲巴肚，就是人嘅地方。然後伊就，我係自白，就唔知做咩事去拍功夫，拍來拍去。了迄個師公就講，伊是互迄款天兵天將啊，愛入先愛做比我誒大個條，特別幾日後嘛是無去啊。哦，maybe 就係接伊咧。唔可能啊。就是點聲教啊，教袂到東西啊。特別嘛是愛無去啊，嘛是就愛做比是毋是？唔知啊。會 short 個時間。伊要死去啊，阮就袂人報備。是咯。actually 下我問人，咱是你在 Christianity 嘛是講 ，OK， 你死去啊，你either是去 church 吧，或者是去 heaven， 還是去地獄啊？係，還是 purgatory 啊？喏，拜陽光嘅人啊，你是安怎嘅咧？拜陽光人，佛教人是講佛教人是投胎。愛看你是相信蝦米咯，你若是正相信佛教誒，就是看你安怎做物件就安怎去咯。佛教上甲 AD 時你知哦，伊是無了誒啊，你毋知，你愛去倒落誒嘛？你可能你做一個阿彌巴，你都毋知。特別你有可能你是投胎啦，你是。啦，特別無可能投胎做人哦。人投胎 means reincarnate 呀。啊，對。我這個都是我知啦。So it depends on. Not really 白人講啦，我會記大阿伯講，就是 no matter what， 咁寫教嘅時，教了都會得到 judgment 嘅。安怎你是去到 judgment 去地獄呀？伊去地獄了地獄攞完了開一個車。No. 人 when as far as I understand that is when 人 kick the bucket 嘅時候，人kick the bucket 係咩？拍掉你湯嘅時候。kick the bucket 嘛是馬桶橋啦啦。講學嘅話，你變成阿媽。The moment 人敲 heavy 嘅時，就是叫 heavy。人就去射妹嘅位。人去一個位，去一個位 ，not necessary 就是天 ，not necessary 就是地嚟。And then from there, based on 人嘅 karma，what we have done when 人 alive 嘅時。就是你 either 去天 or 你落地咯。哦，所以係 the judgment hall thing，一個係去冇上。It's like it's just like a transition 啦 ，like a junction like that 啦。咁咪做咱講係超度啊，啊。超度是何你啲迄個 immigration 嘅位時。你互你消你嘅冤氣，所以互你好淡薄咯。哦，又冇想講你可能，你都可能睇啊。It's more like 有大人 ，sorry how to describe 啦。你咪講，成講聽是毋是講成講伊無甘願死啊？反正。
超多你是講可以甲 無咁樣起，所以你未起 judgment 個嘛，你未起 injunction 個嘛。briefly 講是想講可以counseling period before 人走，so that 又係 calm down 翻啦，是唔是？No matter 安怎 also 人 try to I mean 去到 whatever。You still 你未 change 你 karma because 你 karma 都是掉啊你。做嘅物件對。哦。Because when you alive 嘅時，你做嘅物件，好嘅物件，無好嘅物件，係咪講了？你未換嘅即個物件，你做都是做了。The point is，人，我係是咧，人 ，you know，有 decision 啦，你 ，OK，make it very simple 啦。你就是一個查甫啦 ，OK？你看到一個查甫，所以你愛try I pull it or my pull it or is the same thing as 你見到一個刀，你愛舉這個刀去拍槍人，或愛舉這個刀去 protect 人，所以你 make 你嘅 own decision，你看到迄個鐳在你頭殼。唔是你嘅鐳嚟，你愛扣起來，係落去 pocket，或你扣起來要 try to find the owner，that is 你嘅 decision 嚟。So once you make the decision, you already carry out 你嘅 action 呀，迄個就是你 karma 了。So no matter what is 人 try to reduce 你 karma, all these things is all bullshit because 你未走嘅。但是你家己咧，你家己做好就對啦，你做佢哋卡。好嘅事，啊，俾你制唔掉咧，你做好嘅事，你知你古早 ，OK， 你古早就是派人來，你去拍超人 and all these things。一當見你老了，你 realize that 你做嘅物件唔對了，所以你家己 decide 你嘅 decision， 你家己轉 the opposite direction。所以當 instead 做無好嘅物件，你講緊做好事。所以 when 你當到咁像你買東西嘅時，你去 balance 咯。It's just 像係個 weight 咁啦，you know，weight and counter weight 啦，看到一個錢都是 balance 咯，到一個無 balance 就是 decide 你去到啲位咯。OK，佢告訴你創佢嘅大聲啊，你買你嘅大頭。Sorry。我個聽咗佢自己做出啊。So 我明白就是 because OK 啊，我未明白。What? OK，我咪聽鬼告訴。就是哪有鬼嘅告訴？但毛毛哥有鬼告訴毛毛哥？毛毛哥有啦。講先，我聽。我講嚟啊，我哋笑掉㗎啦。我是睇啊，伊講阿寶加媽，我是想到聽到有人甲我講過一個阿寶一個加媽嘅故事。maybe 攏有捌聽過，伊講有一個 couple， 伊真正屬甲一個girl嘅啦，特別伊對真好嘅，特別伊毋知蝦米事，這個 leave。咧伊甲過一個查甫做者伙嘅時候，捌無幾個日嫁互伊，所以 the ex 離開嘅嘛真 sad 咯，有一個是伊走起來淡薄嘅時就甲佢哋問講，我做安尼濟物件，為着伊做安尼濟物件，安尼愛伊 ，why 伊 leave 我啦？咧伊問就甲伊講一個物件，伊是講一個卡媽講，正久之前嘅有一個查某互人 rape 死去 ，OK， 到街路邊，有 first guy 行過。看到伊查某嘅時，伊敢若講一句話，伊講：哎喲，可憐哦，這查某互人 rape， 啊，肯掂落街路行過 ，OK， 行過。第二個查甫誒，本是看到這個，伊就講嘅物件，個本是講上這物件，可憐哦，特別伊有夾物件該 cover，maybe 夾一布該 cover。第三個查甫行過嘅時咧，伊做甲濟物件，伊厝咧查甫想講甲伊做burial 啊，找物件 coffin 啊，甲伊 cover。所以這個是只一個卡瑪款來。所以 when 樣伊這查某that means reincarnate 嘅時候，伊找伊會倒轉來想講報恩啊。
哦， that's 嗰啲嚟 why 興嘅啫。對 that's why when 伊家姐打波該食嘅時候，你就是係嚟地址嚟打波，明白哦？伊家你做就可以你對真正好，但伊別嘅好你 because that time 嘅時，就是安尼款嘅事發生。所以後面數伊嘅好咧，第三打波就是 last time 嘅時，伊肯做過伊個係對。咧我不聽過人講過嗬，成講真正 funny 嘅就成講你有感覺到嗬 ，this life 嗬。有咧 stranger 啦，你紅飲把你白伊，你甲伊講話，把你會感覺到真正甲伊真 close 對，人講吼，即個是 because last life 你 already 白伊嘅。It's just that maybe there's unfinished business or there is， 伊講逐個人不有一個，按怎講啊，一個物件都要做嘅 ，but it's up to when 你是 human 嘅時候，你按怎去做 good and bad。How to finish accomplish the mission？ 所以啦，成個你 past life 是冇做了嘛，所以你 this life 點樣你都要 complete the mission 咯。然後你感覺真奇怪，有個人吼你唔捌伊，但係你真看到你真奇啊！冇甲面知，冇甲面知。冇甲面知，特別伊時啊真水又好，真豆好，特別你唔知係咪算你看到伊就改變啱，人嚟講我應該就就因為 past life 你改有問題了誒。真煩呢個真唔夠，我唔了解佢咩事可能嚇。你是英國中 explanation 就是哦。nghe thoại lộ suối trẻ 冇是英國中嘅 explanation 就是一直甲 past life 冇關係咯，一直講就是講咧，上人是看到是一直講咯。人講我人 this life 白嘅人看到人，甲咧 actually 有 connection 嘅。I mean，咱是講頂到人頂 past life 留落來，對。哦，我介紹俾睇講嚟。但所以人淡淡講有 unfinished business 就是安尼款咯，留落來咯。我sometimes 是想我攏 imagine 佢話 past life 是做咩？唔知咯。你是應該是我高升。話我嘅 past life 是騙咗半。係咪嚟？我看我嘅 past life 我是一個是我騙咗半嘅類嘅，就是我是騙人嘅類嘅攞半。我到時特別學攞半類。For zaman past life unfinished business sometimes it's not necessary utasi to see it's just that past life that the entity that person past life before you pass away is you 真正愛看迄個人You just want to see this person one last time. So, tapi you didn't manage to. So, in this life, you manage to see this person again. Yeah. It's just sometimes it's not necessarily unfinished business, but sometimes it's unfinished business. Sometimes to see, you just want to see this person again. 你看到嘅是安怎？當今看到嘅是話曬係人就是啫。你好學起咯。So sometimes you 想這個人 you know, you wonder how is this person, how he or she is doing and everything, and then so happens that you already gone out. So the next life is you manage to 你在大馬路啊講把 sentence 啊，講到學緊我是路呢。我了解到啊。I don't get the joke。你佢 last paragraph 講嘅話係，你講到一句學嘅話就是講路呢。路。Yes, Timo。OK。靠媽學嘅話叫咩？我唔知。陰德是 Cantonese 嘛？陰德。陰質嚇，陰質是。陰德唔是咩？陰德唔是陰質。陰德唔是咩？嗱，再講陰德嚇。獨立頭你時講有學嘅話嚟講，按再講係是 karma。所以我唔知咯。叫 karma。但我對想先。滴咯，講滴。講滴啊！
哦，是叫講 sometimes 有當時唔是 karma，有當時都是 merit。上個 the 談 third 婚 marriage the third person 去做 funeral，去 bury the victim and all this，即係個了都是 merit 嚟。係啦，功德啦，功德啦，แล้ว karma 咧？得啊， is tied in a way 啦。The way 我看，the way 我 describe is a very simple version 啦。Look, imagine how 我能知是係咩？我是咪講學嘅話叫做係咩嘢？你學我知。到嘅，你嘅 email 冇收到咩？係嘛？Kalau saya bosan dengan email, tak terkait pun bosan dia. 要 check 你 spam 沒有？ Saya pun bosan. 耶，咁白人咧夠聲好啊，應夠聽聲好啊。唔記得 send 咗未？ Australia 你講 saya 你 tengok. 講咩？哦 send email，冇啊，你攞人白白 send 本。啊，แล้วก็แล้วแต่แล้ว冇個8號，ก็แล้ว一頭貴嘅แล้ว。อันจะ未下嘅到嘅。OK，就 ban OK，講到卡嘛，我唔知講有會未相信，唔過我老爸吼，前啊謝，可能好事去做呢，真正濟物件，按講緊個了去個了，做個了係物件。哦，1980年 ，after 新正。會記，我應該是會記啦。佢往水厝嘅嘛，羅鎮樓嘅厝。แล้ว好似咩落雨細嘅雨，แล้ว8點幾，好像有一隻牛車啦，跟人家人講牛車，啷，一行我規個大晚，แล้ว無人出來嘅，แล้วin the sudden 我老闆就喺咪數一走出去，แล้ว伊是到對面路看，但伊就係等一個 big round 介過我嘅厝頭前啦。แล้ว我老闆就講OK，伊講伊愛拜，แล้ว真係奇怪，無人拜，按怎伊一人去拜咧？伊牛車度應該攞隻牛啦，加頭尾一個載一個紅光相，紅光嘅，跟人家紅光嘅相，แล้ว然後你8 p.m. อันนั้นคน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ไม่ใช่จุกี้ว่าเราไปกี่วันไม่ใช่จุกี้ลองที่เราเป็นแล้วไอ้ตัวกี้ว่าไม่ใช่กี่ตัวเราช่วยยาหรอไอ้ที่คายาหรอโอเคคายาแล้วหมอกุยแล้วบุษแล้วไอ้แม่ไอ้ตัวจุกี้แล้ว11點幾ไอ้ตัวที่做工啦ที่話應該係 transporter 嚟แล้ว到家阿家4點幾 early morning 哇觸電話響老爸 accident，คอมา對。哦，แล้วอันนั้นคน拖就拖咗一個月，แล้ว就冇去了。所以到底是係咪事呢？唔是講冇拜，該啦本拜，該啦本做好事，donation，該啦本做好。特別你人，那是人，你講人冇去是冇得到講是冇好嘅事啊。當面啊 ，necessarily 講是 good karma 嘅 pay off 啊，唔知咧，唔知咧，未曉。แล้ว我就是想好笑，因為我大好間厝有貴 ，OK， แล้ว因為我大係大晚嚇，我大上一個路廊啦 ，OK， 上一個家欄嘅，所以我攞到嘅厝 from the one end to the other end， 攞間頭一間是響落嘅厝吼，也翻呢嘢就伊規個面到頭前門禮拜門，就是響條準是條路爾嘅。哦，係啦，冇好嘅，講洪水啊，早洪水是無好嘅，通殺啊人講叫嚇啦，殺上啊你看到。แล้ว我大擺對厝哦，一暝10點幾11點幾啊，老爸坐我人坐火車對厝嘅時，แล้ว我等下看到2樓。我人嘅toilet 嘅 window，master room 嘅 window，真係 funny 嘅，伊嘅開是好似裝50開，100開嘅，都係迄個 orange color 建築嘅，伊可以開掉嘅喎。啊，咪攏砍掉，特別對來時就擺開掉誒開。對啊，唔過你在頂到開100開、50開，人就講食電啊，袂使開啊，食電咧，大砍嘅嘛，對不對？所以就100%砍嘅，唔是100嘅，真係到看，
啲火車 before 北因嘅時，二樓安怎開掉開嘅嚇，然後起嘅時是無開嘅。嚇，然後即係這間厝呢是有啲是無好啦，講真，伊嘅風水是真無好。然後我嘅老爸做下面生意就多下面生意嘅，然後後尾就搬咯。就搬去另外一間咯，就是後尾一間伊大了，我發得就無佇了。附近呢個家界，附近我媽得就點啊啲聽為做物件，我媽得伊本做工，伊啲出來做工嘅，有咋？然後車衫嘛，然後車了到暗暝，我老爸當時伊啲厝，佢拿啲佢去檳城新加坡嘅路來嘛，然後暗暝伊會看到有一間查某紅曬無卡，一定要白樓梯，白起白落，白樓梯，白起白落。你冇看到啊？嚇，我冇看到。嚇，唔是一擺真濟到咧。我媽得阿妹冇上。阿妹車衫，我媽得阿妹車衫車到12點幾1點才起困嘅。但係我人已經困了嘅。我媽得冇看到講一定要行起行落，行起行落。我媽得講。你媽在是幾啦？在，我媽都有甲伊講，我人是來這邊水厝爾誒，愈大愈誒，我人大我人誒，人買小創，我有擺蝦米，愈就食蝦米，安尼款。你無差嘛對，伊就是起咯。一看到明明嘅啊，你嘛？紅衫爾咯，無看到手，無看到骹，然後有一個頭，安尼款爾咯，頭毛，安尼款深安尼款爾咯，頭耷耷，安尼款爾咯，嚇。因為伊真正看會真明顯嘅，因為我媽得伊站車是到樓梯嘅邊啊位呢。嚇，แล้ว阿妹呢個家嚇？你會看到是你冇可能對着你媽啊？冇，我出來，我 before that 是我嘅姊，頭一個我嘅大姊真正 stupid 嘅，伊去甲人阿妹古早嘅厝啦，唔是一個。你大姊是一個垃圾誒。垃圾嘅 mother 嚇，伊個家食啦，伊去甲人無阿解，伊迄個雞人金雞飼雞嘅雞人啊，用bamboo 做嘅都真係用 bamboo 吸成一隻，安尼伊是粒咪成飯咯咧，對我食嚇，伊去教我人伊迄個頭，點講阿志來嚇，伊定定暑假去比到即個雞人冚雞裏面嚇，然後有一暝7點幾6點幾，佢就是寫細漢，然後伊就教我講，我人吹無到伊，但係講按照我看安尼穿坐烏衫人，穿烏衫，啲後尾落地嘛啲行來行去按照安尼坐人，然後我冇得出來，哇！啲那สุด伊，我個會記สุด甲對愛徛啲咧冇識會別識出來個，然後嚇，後尾伊大後尾旁邊困嘅，突咩？自從佢自己去，一突咩就看到後尾有人行路咧。嚇，到今晚伊去爬山 hiking， 伊會看到垃圾物件。嚇，伊會看到垃圾物件。嚇，所以下次到去到啲雞籠裏面去到，伊就看到啊。嚇，到雞籠裏面看到穿紅衫，你覺得是垃圾是幾啊啦？According to 我老爸，伊是講個阿妹記落嘅，阿妹講嘅。嚇，伊無害人嘅，但係伊人是實講食家即個大晚嘅人來安尼看嘅，即個阿妹落。啊，一路滾到當家嚇。嚇，然後7-8間行行，然後成個人順街咯，你滾到當家安尼看。嚇，然後暝伊困後尾旁邊，冇是挖啲迄個雞寮有嘢嘛？啊，伊就是暝頭開庭啊，頭看咯。嚇，伊講看有對嘅。嚇，一個動機乜嘢啦？東京國家 upgrade 咯，伊去 camping， 伊去看到個。真係會知會嚟講嘅，垃圾人，伊袂使講，伊講咧吼，伊大擺吼，人會食衰嘅。嚇，accident 啊，做下咪物件冰卡車啊，安尼可能拔刀啊，無啦啦拔刀啊，差異嚇，一般嚟講佢啊，唔捌，嚇。伊當今都幾歲啊？50幾歲了。我知咁多成啊！嚇，
伊目睭伊那边目睭真奇怪，伊目睭那边有一點血嘅。Hello，你講佢脆脆，你講垃圾鏡是冇？垃圾鏡嘛？不 no，我niece，我大姊。你大姊是垃圾鏡嘅嘛？啊，冇啦，然後垃圾是垃圾，垃圾唔是垃圾鏡。哦，垃圾鏡是垃圾鏡只有冇嚟參加人咯。嚇，叫垃圾嚟伊目啊！睭那邊有一點叫垃圾嚟啊，誒，佢未車啦，是當機，是當人落音是，人變成日人教應或者真正是。哦，係有啲嚟啊，幾嚟啦，特別啦，冇講幾個水物件。嚇，我講我 sister 嗬，伊過了好一擺嗬，伊個目睭，伊個白膜位嗬，伊有加一點嘅紅血出來。哦，嚇，然後 doctor 去看是看無物件嘅，無事嘅喎，normal 嘅物件，唔知係物件。嗱，你未落過喎？老公係咪物件嚟？按照伊目睭真白嘅膜位有一點血。點點有嘅是有嘅刀有嘅刀無。點點有嘅，點點有嘅九棟金咩？九棟金了，已經是那幾年啦，成40年有了。啲我嘅外邊係較深啦邊嘅白椒。按照講外邊甲是那邊，即是講伊目睭。那是啲外邊咧，你看到伊無外邊白，你會看到一點一起來淡薄嘅。哦，伊無鋪嘅喎，伊無鋪嘅，伊無鋪嘅。那是紅呢？你是記啊？啦，特別血啊，那是流血喺入邊攞嘅。目睭白嘅位啊，兩三禮拜都冇。笑起啊！一個幾冇嘅嘛。你邊是記咧？記咯，成記咯。做一個。你成記哦？你成記得目睭嘅哦？唔知，我唔知是係咪所未。eyeball 冇？我未。你是 eyeball 冇？你是日本嘅？哎呀，目睭本嚟睇 melanoma 本都知冇。哦，特別你這裡啊？等你這意思過了啦，你是 OK。係啦。我有迄個一個 birthmark 到迄個 white 嗰邊嘅嗰啲喎。birthmark 來咯，我講你是 birthmark 來。唔是，ever since 我睇到 feel 到嗰啲唔嘅 strong 嘅時候，伊 sign 到到邊嘅。那係冇，個仔係冇嘅。所以定家是冇啦。一邊冇嘅，到八九八一邊㗎。你其實我本感覺奇怪，我本就感覺奇怪。我第單嘅時，我成日講是，我唔成日冇小心黑掉嘢時，係咪啊？我冇是咩？我媽講，你應該是學機篤掉，是唔是？我去頭邊就跌你幾冷嘅。啊，奇怪呵，我把聽到了。唔知係咪？啊，日本嘅，講咩？日本嘅，你 vote 啦未？我講毛姑娘只幾個數講未了。係啦，就是那個好嘛。人生真濟物件愛過。日本嘅你 vote 啦未？拜啦。應該是未去啦，哇！哈？等下，sorry，我前面嘅做。日本嘅，你未去本表，你去 vote 好拜個。OK，PM 慢慢講。你去投票拜個。當然是拜個贏啦，拜個。OK，等陣俾幾個人講嘅，即是本來學嘅我人會到啲冇幾個數啊，特別本來學嘅新正度年嘅時咧。2019年嘅時，會到啲邊咧會做樓咗，我會去食 buffet，去 Jen 會食 buffet，了加過去 settlements 嘅會，然後係去 settlements.work 嘅幫佢去 check 看伊為啥，做啦不只是我個叫我嘅順，伊是翕淡部 video，個人講啦，人當邊做樓咗為啥做咯。แล้วถ้าเป็นซีเมนต์ด้วยแต่เป็นเชิงT-shirt จิบแล้วถ้าเป็นT-shirt 啦，จิบมือเชิง T-shirt นี่ตัวนั่นสิT-shirt ตัวนั่นสิT-shirt 咯พี่ก็ไม่เป็นไงเป็นตัวอะไรอยู่นั่นก็ไม่冇講嘅，頂是對。
無等對嘅時，你去看我目睭就知影啥只。OK，เรา就是咱要看目睭嘅記嘅嚇，我就要去本來學嘅嘅是 gathering 嘅時來去看不到嘛。一陣啊，我係愛播吧，我唔知伊幾時出現嘅。哦，嘅是啱嘅。係咪食 brown， 我是 brownish colour 嚇呢 ，brownish colour。我睇有啲人目睭，有啲人目睭成成有人可能是食嘛。無，是等到一落來無嘅，until 但係是有時候是即係唔記發現個 I mean 我無甲有個 friend 講 what happened to 我啦，可能唔記啦。是我有一個 roommate 講，你目睭係咪數安怎有一個唔記到後邊 only then 我 realize 你大漢咧，大漢咧啦，你 roommate 啊。then after that 是我。你你教我講佢發生嘅咩事喎？I think 這是after 我來是播嘅事咯。which 定到嘅時係咧，我人 share 係咧 room 咧，我係咧 roommate 淡好唔驚跌，我哋唔驚 disturb 嘅事咯，係變 stucky 嘅咯。哦 ，baby 學佢吐啦咪照。我可能我介紹。係咪真係看？介紹拍掉。介紹拍掉。because 嗰陣係時我 because 嗰陣個小人嘛，起航嘛，一跌我嘛，我介紹咩？我沒錯啊，我講你嘛，我可能。你有就咩咧？我沒。哦。但係是我真係起航 ，because 我真係逼車 ，because 我I think 佢 disturb 我 roommate，แล้ว我 roommate 被佢一走嚟逼我，แล้ว我 morning 就俾佢做㗎，แล้ว你唔肯困，你真係逼車，你就有你真。真呀！就是講走嚟除咗是你朋友走嚟陪，叫你陪。because 一困嘅半暝咧，一驚嗬，一走去成個劇笑嘅話咧，我 already single bed 咧，我劇咧我就困。對咧，伊唔是 once a while，係 every night 咧。哦。都你會真呀，你無夠困咧，你做工啊後，你會真呀 frustrated， 你會真起哄嘅啫。我咁起猛爭嘅啊。แล้ว有時候是一對 Malaysia，I think 伊 mother 出去 temple 講愛 settle 一件物件 ，realize 係伊嘅 past life 嘅 ex husband 嚟。temple 嗰邊講是伊 ex husband 愛嚟出一對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所以淡嚟 disturb。ex husband 是伊嘅 past life 嘅 husband。伊 past life 嘅 husband 啊。伊 mother 伊個仔是甲我講嘅是伊淡薄人成日肯講講伊 past life 嘅 husband 嚟。แล้ว before 伊對佢做這物件嘅時候，伊 on the way 對佢是我一人住咧房間嘅嘛。個仔嘅時我是感覺伊是唔是 mental stress 伊無夠困咧？伊 imagine because 我無 feel 過嗰啲物件嘛。when 伊對佢嘅時候exactly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me。伊看到嘅物件，我看到，伊 feel 到嘅物件，伊有時陣時暗暝吼，伊困了後，伊叫我，伊講，你有看到一個人squat 掉大竿咯？我講無啦，無迄個物件，你莫去看了你 imagine 我怎麼樣罵伊？我講無你開掉伊火困啊！咧伊開了後，暗暝伊毋知係咪數紅個冚火，還是伊火家己冚我人毋知啦。แล้ว伊對紅燈嘅時候，我看到嘅時候。我困咧，喺我邊嘅時候看到，按照有一個伊啊大竿咯，嗰邊跪掉，我唔是跪掉，成 squat 掉下呐。無聊嚇。แล้ว我就想，有可能是你知有陣時 impact 啊你 roomie 甲你講小姐，可能唔叫你 imagine 嘛。แล้ว我冇去管你 ，then the next thing 我知嘅是我困托卡嘛。我困咧時，我聽到成人穿 slipper，你就驚。拖嗰時到你耳仔邊，你聽到拖嘅聲啪啪。第四道呢係你無夠點少 reaction，because 你 feel 到係你佢哋唔驚跌落嚟你先。你而家即係可能，你唔是成個只要未點當嘅，你 feel 到物件嚟，對咧 ，that time 嘅時我個會記 ，because 我諗到我波士困嘛，我諗到困我諗到諗尖困，所以一跌落嚟嘅時，我諗到諗尖嘅時候，伊成講when 你跌落嚟嘅時，你一個手成日諗到啦波士嘅嘛對，我係個手諗到波士後，一跪咧肯跌落去，所以我手後 actually 是成個 strangle 我家己嘅 neck 啊 ，because 一跌落嚟嘛。我請咧就 because 我聽到嘅時候，我請啊係我伊 already 拍落嚟咧，你 feel 到你前一檔人嘅跌落嚟。
哦，แล้ว我計上咩？แล้ว我咩？我講伊無聲嘛，硬死計講硬死嘈嘈啊咩！我計講你吹錯人啊啦，你咩錯啊？你咪嚟 disturb 啊！我計講你嗰陣嚟啊，你地住刀嚟，我學你壓住你頭，我計講。咪死我咯！我前日起紅啊！我計講我錯嘅ancestor 嘅了，隔了錯嘅了，你就錯嘅了。是人啊，你放幾多？喂 ，because anyway 我錯，我就未開聲。哦，冇出來，你笑了呢，你笑了。啊，我白腰啊，掉白嗬，即係唔記得翻呢就到冇乜一走嘅時候，你 last，但係成日講你咩啊？後尾一句會出嚇，後尾一句出來真係大聲。我家基本the moment 我聽到佢後尾真係家基本就睇緊起來咧，我起來嘅時候，我個真學咗就應該真係起紅，我個我都咩啊？我講講。我講這是 last time 咩嗬？我兜路嚟咧，我放路未傻，我講，我學到死，我講，我學到死啊！嗰隻死我講，我起紅啊嘛，我起紅啊！我都該變過。我該變過 ，because I think 一做到我真係聽，但所以我係安尼起紅。哦。แล้ว我 opposite roomie 聽到安怎紅樣，我安尼起紅將伊來 knock 到 ，then only 我 realize 我 neck 哦。我neck 我身骨硬㗎了，成有淡薄不適啥呢？喲。所以你無相信阮袂使哦。แล้ว我係嚟 hospital 嚟講，我 roomie 講講你咪困住邊一櫃，我喺 room 嗰邊困咯。真係叫人講掉嘅。我嘅 explain 嘛。我唔聽過喎，你冇甲我講過。你嚟點我講過啊？較早嘅事。你講嘅時候，你有甲我講，你不後面嘅答，你不可能贏啊！你不甲我講，你講後面嘅答，你係時我可能贏啊！你我記得，比如我冇睇到你字條。你嚟咯。哦，你下時期啊，你都會 feel 到較濟啊。有 feel 到較濟啊，就較 sensitive。基本非常。較 sensitive 吧，不唔知做紅葉伊啊，你款 just 啊，可能 start 咧真奇怪哦。有緣咯。我買我計咪有緣咯 ，please 咯。我閘住你，我閘住你，我閘住你。我哋有緣分啊！我閘住你。你講毛菇我咪聽你知嘅個數，你都現在這樣點解了到處？我攞嚟知，我知就看會到嘅，字知呢睇冇錯嘅，伊無應該無相信嘅。哦，是英國將來。嚇，英國將來嘅，แล้ว我當然我字知嘅就冇驚8歲了，伊當然嚟我係厝大，伊 school holiday，แล้ว巴魯 this week 我個在梅度對伊，我講你以前看到的嘎嘎是怎樣？伊就是嘎嘎呀！แล้ว我個當然大漢嘅啦，當然8歲了，5歲意思教我講，伊個會記咩？會記。伊講現在，伊講伊同佢伊阿妹，伊家己落嚟野水啉了誒，伊買得無放水啲頭頂互人啉嘅，所以伊家己爬落來，阿妹伊2點伊我行落來，伊講，逐擺我行過迄個竿呢，就是我講，逐擺伊不是伊講嘅位，永遠有一個影喺邊徛了看了伊。小當金啊，俾佢本來對啊。當金有過，然後我講你畫給我看，那都畫好啊。伊講 OK，伊講這禮拜啦，禮拜一應該畫好啊。我咧叫我 post 隻 show 嘅。Hello，我畫字就是愛叫伊畫出來嘅。我出來咧，我係到隻喂 Instagram 嘅。伊講逐擺伊就是啲壁嘅，伊講伊冇出來嘅，伊講伊啲壁喺入邊嘅。就咪到佢哋講啦，看掉伊。你使翕佢哋講啦，係小小英好玩哦。我捌翕過了，我翕過了。我叫翕啦，你尋你小英嘅叫我咧，我嘅 post 出嚟咯。OK，我即係入過去，我落去，我去翕俾你看。哦，這是到底你自己厝下，唔是你厝啊？唔是我厝，你家己嘅厝。你叫伊翕啦，你叫伊翕。我同伊 school holiday，咧伊過來啦，我再問伊 interview 伊啦。有笑，誒，然後
哦，I see，你就是你自己嘅厝。啊，我係自己嘅厝，你應該無伊無相信呢，我你自己無相信。毛姑，你知道講你去嘅時，你聽到伊邊啊上一個而家就樓頂嘅就是迄個一間啊，就是這間厝個，就是這間厝來嘅。伊暗暝真好笑嘅，我逐擺困哦，半暝吼，伊就會響響一聲大聲嘅，砰！啥物件加樓嘅聲嘅。我就請起來，我就問我嘛，對我聽到，嗰啲人聽到，無人聽到，我講有這有聲啊，厝頂，唔知係咩聲來，但暝我是人聽到呢，真大聲啊，真物件 explosion 嘅聲來，嚇，我人冇聽到，你聽到，嚇，嗰我聽到呢，然後咧，我知你呢先真好笑嘅，伊講啊，我看到一邊啊，有兩隻。是咧到樓梯位，樓梯是去三樓嘅 storeroom， 無人去嘅，真正垃圾嘅，真 dusty 嘅，迄個樓梯個真正邪嘅。伊講伊夾擺行去房間呢，伊哋都是坐了苦條，一邊看伊嘅。嚇，永遠徛對咧，兩隻咯，一隻都是啲下骹嚇。哦，一隻樓頂就係啲。啊，一隻樓頂，一隻都下骹嘅，啊 dry kitchen 位。所以我感覺到伊本是看會到嘅，真刺激嘅。แล้ว特別你知安怎啊？你知無插伊啦，伊會看到你知無插啊，但是伊無甲你知講乜啊？有講，伊甲講有嘎嘎在那邊有嘎嘎，因為 sister 無相信呢，無相信呢，伊死都唔認啊，死都唔認嘅。有可能佢驚啊！你 sister 解講下面？沒有啦，你自己幻想的啦，沒有啦。媽媽姑，maybe sister 看到吼，愛講無看到啦。係啦 ，maybe 看到啦伊。你咪 acknowledge 就對啦，because 你家己厝嘛。係咯，你家可能咯，就是咯。嚇。特別你自己本時就落來本時成日無插嘅咧，幾物件無插嘅啦。你大隻會看到嘛，所以你就係在本嘅嘛，攏做隻大漢。伊唔知喎，特別伊古早是讀 BM convent 嘅囡仔嚟嘅，然後 BM convent 都知啦，真濟迄個伊人嘅校長是迄個青白衫嘅姑娘啊，迄個sister 嚟嘛，對，姑娘了嚇，伊人甲了就是古堡啲家己嘅當阿妹位爾嘛。啊，係咪驚伊望個啲阿妹啊？啊，伊望啲阿妹呢？佢姑娘係望個啲阿妹。啊，姑娘係望啲 library， 哇！啲阿妹，你不是嘅位嘅。所以伊人細漢嘅時，讀冊嘅時，伊人就有常常拄到嚇啲 library 位了嘅，拄看到啊 sister 啲內面行來行去嘅嚇呢。啊，唔知伊都是外省人講伊嘅厝有就是安尼款咯。哦，伊看啲姑娘到啲人行啊。已經講緊是真係久了嘅，伊表弟真係老嘅。哦，即係我得啦，我唔知啊。伊 M 一間呀嘛？我 BM 我跟他在迄個呢。係幾時啊？我跟他在前年呀。我跟他在前年呀。哦，啊，把子大家走路去夾嘅。係。啊，等你我咧，我好多看。OK， 你叫我啦 post。哎呦，輸啊，慢慢輸啊，你69%了。輸輸了，拜六呀？拜個輸啊？拜六慢慢贏。哇誒，seafood 哦，亂買咩？我會想係 seafood，我未 book 過。我愛 seafood。我愛 seafood。阿咪有看有 action，oops。你先聽未？有 action。冇就係我就細啦嚇。啊，就嘢我都未了解。咱應該是2020期嚇，咱甲看到一出戲吼，《The Lord of the Ring》啊，有一片閃嘅，真刺激，把嘴大大粒嘅啊。哦。呢個嚇，即個物件吼，我教你講吼，我細漢嘅時候，我成日是有看過嘅咯。哦，你看你物件，即個咪是教最多啊，即個陳子講嘅差唔多。陳子講嘅就是咯，伊特別我看到嘅是一隻呢，
伊毋是一隻誒。我看到一隻吼，咱人跍吼，咱無可能會跍甲兩隻腳合起來嘅嘛，對唔對？除非伊是啊山啊，伊真啊山咧無多通啦，迄個人就會啦。那我看到有影成隻，伊兩隻腳合起來，你伊成個鳥啊，伊徛喺樹站頂嘅。哦哟，你其實看到啊，那係物件。我細漢 ，I think 是應該是4、5年級。因為我你真正 get 嘅啦，我真暑假一暝呢7點幾，係咪物件出來，密報出來了嘅嘛。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สุกัดที่เขาเรียกติมติมกองกองเนี่ยที่ติมกองกองเนี่ยติมสวาสิติมให้พระราเนี่ยป่วยฮะพระเนี่ยอีบิโป้หมดส่วนของให้ได้สวายังใช้แม่ต่ำป่วยมันแข็งเสียเนี่ยมาบิโป้แล้วส่วนของให้ได้สิบังยังตัวที่กาโลเสียโลแล้วว่าเรียกบิโป้โลเรียกก็ชิดเตียมกุ้ยแต่สิโดนหัวอ่ำแล้วเลยมา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จริงๆสุกัดที่ให้ได้สอบมาสับปะเป็นหนึ่งเดียล่ะแล้วเนี่ย看到咗有一個物件，一隻物件，就是上隻嗰啲物件，跍條I think 是人家長嚟。哦。嚇，人家長一跍條你看，一看路，是你學嘅，肯看條路嘅。有目睭嘅真，但係伊無頭毛嘅，伊是無搭誒，幾那條毛安尼款爾。哦，上個你叫咩？Gollum啊？你叫 Gollum？就是只刺激咯！哎呦，你真看戲我有看到，迄物件應該是真嘅物件嚟。特別 baby 我做 research 本來ยังไม่做你講咁嘅事。冇吧？哎喎，係啦，我係依 based on 依 character 樣做 design 時啊，要去吹下冇像嘅咧 research 人講 describe 過嘅 monster feature。off track 淡薄啊，迄個做 Gollum 嘅迄個 actor 啊。伊當件事，迄個 motion capture 嘅公司頭家都知，因為啲人會曉做嘅。應該有 research 過咯，應該伊有來過大沙卡看過咯。research 大沙卡 research 啦，你個有呢，Lord of the BM。maybe 之類是也 far off cousin 啊 BM 嘅 far off cousin。你咪做咩？咪做古林啊！哇，真濟啦，你最貴啦，本是有啦。因為我阿妹個有講嘅個嘛，แล้วสุกา都講細漢嘅時，雞會游水嘅無嚇？點雞落江位啊咯，鐵佗啊咯。乜嚟知雞鴨嘅雞是上嘅嘛？細漢嘅時乜嚟知啫？แล้ว迄個雞安怎嘛是點燒？咩雞游水嘅都嘛學雞填去。我就知道在雞游水。真係雞游水，我同你講。我識咁多。嚇雞游水嘅，我同你講無見到，伊無用卡油嘅，伊用嘅石油嘅。哦，伊養伊嘅水啊嚇，你過來了嘅嚇。哦 ，interesting， 我頭知道在啦。แล้ว就是啲那邊啊，有陣時會看到I think 係你唔是貴啦，我感覺到應該是係你人點掉嘅係你就講人 display 嘅 supermarket display 嘅人啊。啊，你 mannequin 啊？哦，超看嗰啲啊？超嚇，冇啊，幾隻啊？哦，看到啊，我人走啊，哇！你對甲爸母講啊，爸母走去看都無人。哦，有怕。我知道時，我真細漢時，我小冇咩清楚講到底是係你是係咩物件嚟。我有知道是有可能是咩你見嘅手本啊，特別我到啲海見嘅位啊，我即係等住冇啱邊海見咯。咁我就對外個人就是行海沙坡咧，海沙坡啊，一一格往去，伊有隻隻，係一種咧，我唔知係咪抄嚟係曉伊，然後特別 cover 到啲海見，我唔知啷知哦。伊是。伊曉你看 round 一塊斜啦，你伊是 ground cover 係到啲伊個海沙坡會冚到啲水嘅了誒，แล้ว你就行過你抄俾一落去嘅時，伊隻海沙坡伊水真正斜只夾，แล้ว我就行落去對咯，แล้ว我就自己走嚟看，
看到一支成個超啊，你睇特別一啱啦，舊計你 elbow 下邊都冇嘅咋，因為你鋪到就追嘅，你鋪到就追喎，你我就斜鏡咯，日做我病一刷個滴咕，後尾好病起掉咯，你我走去教佢講佢就超，特別冇人插啊，我試下嗰時啊，唔知而家只是超噶，啊是唔是超啊？我唔知。嗰是私人買一， OK，買一嘛冇可能到啲 high 嘅會。你講嘅喎，撳水鋪嘅都唔知咩？係啦，特別有可能啊，特別你邊時特別要鋪嚟乜㗎？特別一支啊對嘅喎，依個唔是想是人咧，一對啊平衡嘅。這幫兄啊，那這幫兄度卡度超點掉嘛？都唔是一幫，真係估啊，估幫啊！Betul mayam lu kau sadar lu kui mikir. Kan sampai all lu tinggal kui mikir kau. 哇，安尼济，这咱小济。做工嘅事啦，你最驚係你咯，看你手嘅鬼啊！哇，你樣嘢就是真 first time 掉啊！你樣嘢 ，because 我一路喺度冇咩相信嘅嘛。哦，你咁中啊，都是。是 after 安尼款嘅物件，個咧 encounter 咧，我個 start to realize，哦，我人應該是個買上市本俾下做嘢。但係是會咯，但係是會看到嘅咯，都是買。我買，我感覺是別啊，我是 feel 到別啊，有可能有 six sense 啊，這樣嘢。你有 six sense 要垃圾掉成個嗰有人冇在出書啊，啥物事你在 feel 人拍病，啥物你安怎 feel 到 six sense？頂到嘅時候，我唔知這是唔是叫 six sense 啊，有陣時候我會我 friend 定講我小啊，伊講我有 mood swing。But 我 control 袂到，伊有一個 time 嘅時候，我有可能想講做工一半好，真係 happy 做工 ，suddenly 我會考袂停，唔知蝦米事。Oh my god！ 我唔知蝦米事，家己紅係考袂停。Then 我想到對方蝦米事，我考還是蝦米好，我不要 explain， 我唔知蝦米事。然後有陣時是風險。我係心想講how to 安怎 explain 啊？想講 OK 啊，你人嚇到你，還是你知講有 certain news 你會驚嘅嘛？對，你嚇你會真緊嘅。跳呢嚇。sometimes 所以有啊，肯定感覺。即係 panic attacks 嘅可能。But 無數嘅嘛，想講 sometimes 有陣時你 on the way 去做工 maybe 到 train suddenly 你 panic attack。panic attacks 嘅可能喎。你行開成日 trigger 你啊，你成日要起驚咧，實際意思。你有陣時我會 feel 到肯定係會想講，我嚟拍電話對處咯，唔會講出來有事啊。還是 maybe close friend 有事啊，我會假使去 check 看啦，係咪事啊？咁咯，我知道嘅時是安尼款，then same thing 啦 ，suddenly 啊，可能我拍電話對佢，我唔得巴到。哦。我不要 explain 嘅這物件，真正不要 explain，真奇怪啊！我不要 explain。我教我媽咧是醫生啊，我媽會知講我其實拍電話嘅。第時拍電話。我到啲美國時，點解我落嚟讀冊時美國拍電話冇得用嘅嘛？我一個月個拍電話對搞嘅啦。然後我就冇睇到點聲，看到。看其實都好點聲，我就 phone 咯。你喂忙時會知，我媽講：哎呀，我嗱剎時要拍電話嚟，我咪出去個。係啦，等陣我拍嚟。你個一個是有可能這真濟人不有啊，成 déjà vu 啊，成講你 take a nap，我有幾道啦 take a nap 困，忘掉這物件。你錄起來嘅時候 ，exactly 物件發生。有啊，我捌過。我捌過。แล้วก็有一個就是這個我本不要 explain 啊，我真正久等到我當兵嘅時候，我有望到一個我 travel 想去一個 trip 到一個 train 看到一個真 special 嘅 scenery，OK？That time 嘅時候我唔知讀過吧，我感覺到真正 fascinating，because 我唔捌坐過 train 咧，唔捌去邊。แล้ว幾年後我來新加坡嘅時候，我咪坐 train 咯，我看到物件時候。
上色上嘅，小子色噴句，了 after that 無久嘅時我冇有放到一個網我看出去一個 window sunset 很掉伊閃啊很 glare 入來了有一個啥curtain伊毋是curtain啦伊是一個 cloth painting 伊 cover 迄個 window。then during that 時，我迄個感覺看到時是感覺真正 relaxing，真正係咪？我毋知，我毋捌去過迄個 room，我毋知倒個咯。then 我去 Middle East 做工2年嘅時候，我去我 room 我下唔記去嘅時有一個 night evening 嘅時，我當面讀冊，然後我看去迄個 window 嘅時，相 exactly，exactly 相，袂好 explain。and 這個 dream 是啥？5-6年前 before that 嘅。So 我可能我 explanation 成日看啦，伊做到你 feel 到成個是你5-6年前 dream， 特別 actually 伊無發生啊，到你 later 你是看到伊 memory 做你成個5-6年前捌看過。你看 explanation 是講啦。啥 exactly the same 物件，有幾刀了啦。伊 actually 是伊 actually 是看伊是講咧 memory 會 jump 咗咋，所以伊 jump from 你當今嘅 current 嘅 situation 嚇。跳過去你嘅 memory 位咋，所以你變做你看到迄個想象嘅 scenario 時，你看到迄個 scenario 啦，你是 feel 到哦，我捌看過，特別 actually 迄個是你嘅 memory 當今嘅 current 嘅 situation 跳過去你 memory 嘅 storage。我係食物件嘅喎。乜嘢？我係食物件嘅喎。哎呦，我想嘅是食過這項物件嘅喎，個 pattern 相嘅喎，個坐相嘅地位，個用。想嘅有點說服。你咪想咧，就是當佢講，嗰是相似嘅當今嘅物件嚇。你伊成個 leak 過去你 memory 嚇，當今嘅 situation 跳過去定到嘅，所以變到好你感覺到成個是定到嘅 memory，actually 定到你無嘅，其實是。你what about 按照 explain 下你 deja vu 想講，有陣時你 take a nap 嘅時候，你困你起來時 exactly the same thing 發生。按照 explain 先。迄個是你若是講只知道講成個是夢來啦，但是淡薄你講嘅物件嚇，你捌看過位，你明顯講，哦，我知2年前時我成有一次我甲我朋友講我夢着，你看你物件是真實你夢着，了發生嘅時候就想迄個就別 explain 啦。然後若是講你困醒伊是伊個 explanation scientific explanation 就是講你當今嘅 present observation 嚇。跳過去你把你 part of 你 mind 嚇，伊 come back as a memory 咋，所以 feel 到成個是 memory， 其實伊無發生過定到。你當今你看到嘅物件，感覺就是淡薄我忘掉嘅，還是定到我冇看到嘅，可能。你下本就是啲 explanation 啦嚇。你頭腦咧篤咧，伊 memory leak 走過去嘅 memory story。人嘅腦有數啊。樣毋是講咩？甲這路夢嘅時候，就是你所走出去佚佗。係咯。我捌夢過一道，我就記得就是我請就一道嘅咋。我會記我請起來時嚇，我有我記3道，我請起來咧，我就請件事係咩事？我成日讀啲隻 rumah panjang 嚟嘅，可能就。แล้ววันกันแล้วจิตตินจะกินน้ากันแล้วว่าควรจะไปเลยกินน้ากันแล้วคุณแอบปอคุณ車起來，我知道我成日好像車起來嗬，哎呦，大陸原來我驚者，我嗰陣車起來佢知道喎，我車起來成個我係壓搭住我係講我自己一人嘅喺度時，แล้ว我冇試過驚，我成 confuse 啦，我想我這是係咪回來大陸原來，แล้ว嗰陣車起來嗰時正在到啲崩嚟車起來。你 dreaming 嘅時，你車起來咯。那你啊，就係你啊。真你嘅，我不有一個 dream 嗬，真係反正我比較 explain 嘅是成講，成個 episode 可能 for example，睇下我啦啲 recording 掉，maybe 我 record 個一半，แล้ว冇講了我起來啊，OK？你會 continue。After that， if 我困到起，tomorrow 我再困到起，有可能伊個會 continue 嘅，還是我 that person 會甲你講話嗬。袂講了，你起來了 ，the next day 你其實一個 continue 甲你講，寫一個 episode story。我原本我冇 get 住，特別我係成個我把佢請起來嚇，哎呀，講嚟是忙嚟，然後你困到即係佢接到對然後咯。對，反正。to be continue。特別有歷史，我同你講啊，往時我哋特別啲線嘅時候邊啊，我是你只愛物件，你只見物件，你只 expect。起嚟啊！
其實一扛一飛，一扛一飛，同埋一扛一條。有時，那時候都成講，OK，我等於 order 有物件真好食，物件要 order 要出菜就請起來，未食到嗰咋？แล้วถึงอย่างเงี้ยไอ้ว่าคุณจะต้องหิมะก็ก่อนตีเนี่ยทันเสียเดียวอ่ะ有咯。即係有嘢，我有陣時不想吼，有陣時想我 dream 到吼，我成日去一個位啊，我唔捌去過嘅吼，然後我真正我真正 anticipate， 我 anticipate 講被 continue 行落去喺你北哦，anyway 吼，but suddenly 我醒起來，我醒起來時候，我個會記嘛，個 flash 個嘛，然後我開始。個對對，講對，冇乜事。快接掉，快接掉。哇啦喂，這是人 control 你 brain 啊，是你人 control 你 brain。喲，別你嘅嘢愛想你就綁唔掉誒，你嘅嘢愛就是別誒。真別咧，特別。我就我人嘅時候，嘛我人 dream 嘅會去個安尼會嘛，我嘅 brain 是真一個真 wonder 嘅物件，會做安尼款嘅物件。But in real life 是唔可能嘅嘛，所以我人有陣時放啲物件，我搞個隻，我嘅 fantasy， 我說我唔捌去過，我成日 continue 困。一隻個字啦走出嚟。So far 我唔知啊，較早時我有一個 dream 真正驚人嘅，真正 real 嘅。我想伊互我夢甲互我想甲真實發生啊款。就是因為我知道嘅時，我甲我幾個 bestie 有講過，我愛去 plan 一個 trip，了我無去到，無 plan 到 ，because 我隔了做工嘛。Then I think 我袂記about 這 trip， suddenly 有一次時我這個 dream 我到攤我個會記個，真命 detail。我個 dream 就講，我人三個唔知係咪數紅人有多一個隻多巴啥款，然後我隔了有穿咗一個 T-shirt uniform 嘅，然後我有看到，因為寫長人字我比較看長人字嘛，but 我會記我有看到咧 T-shirt 下邊我人穿咗有 print something 嚟講 about charity 嘅 charity。So 我去嘅時，所以我 assume 啦，佢哋 dream 是成講我去有個甘榜 charity 咁樣 clean up 伊 house 啊，是係咪咯？所以我會記我規個巴士嘅人去吼，真正 happy 嘅去了，唔知係咪就 stop 掉一個真正有路嘅甘榜。所以去到一個真正有路嘅甘榜嘅時，我人就 start 咯，落車講plan。就是 clean up 下面，就是人做下面。我會記我甲我 friend 是去 help 迄個老人，成日講倒卡車啊，老人嘅厝啊 clean up 啊款。然後我行一半時，我會去倒落，佢講我會去倒落咧。我甲我 best friend 就講啷都無較等，我去倒落。我去倒落出來嘅時候，我看無人嗰陣，我就調窗，按照紅眼嚟點嘅，我看到一個 kid， 一個囡仔，徛到只園入邊，成一 shadow 徛到，然後我就想講，伊有可能囡仔調錯嘛 ，stranger 嘛，咗你入去厝伊袋甩嘛。然後我講，sorry， 我做 charity 呢，我來你袋甩。我就看到我 rest of friend 伊無驚，你知道，伊無搖伊徛只遠。然後我就想講，囡仔咪去嚇人，所以我 approach 啦，慢慢行，慢慢做行嘅時，我感覺到，實是無咩對路這囡仔，安怎安尼，伊互我一個感覺，安怎安尼個你嘅，我唔驚。然後慢慢行嘅時，我看到伊手真濟血，伊手真濟血，伊款是真正漂嘅囡仔嘅一邊，伊邊無血啊，把真正漂咧，伊目睭是真正 blank stare 安尼，咧伊個手嘅遮裡吼，伊個指甲長長嘅，伊血啲流掉。所以我看到嗰陣時，低調，伊下到伊手邊啊，邊低調，伊無講話，伊個人 blank stare，伊無看到我，但伊無想講 eye to eye，伊是 blank stare，because 伊囡仔嘛，細隻嘛。個幾歲嘅？你看伊款？應該是5-6歲嘅。差唔多5-6歲可能，about 5-6歲可能，但我唔知伊 gender 是 boy 還是 girl，我未 make up，because that time 我看到嗰陣時候。You feel so real 咯，就成真 real life 哈，我就唔敢。你是到你房那邊嚇？對，到喺房內邊。然後我本無 backup，我跟他徛下邊爾。然後我假使甲伊講話，然後我看到我嘅 bestie 到阿妹下邊行掉來甲我講話，然後我就 I don't know why 我紅眼甲伊講煩人話，我甲伊講，我叫我 bestie 講
turn around 走，我嚟講 turn around 走，turn around 走。我唔知係咪數我講啊，肯定我計講 please turn around，我叫人走咯真係哦。我叫人走，人抌人笑，抌人講係咪數，我走 just 走，我計講 just 走。then 這個囡仔真奇怪啊，伊本無搖嘅咋，伊個是 blank stare 哈。然後我就甲我家己講 shit，是毋是我後尾本唔驚？安怎伊喊 blank stare？哦，stare maybe stare 就後尾看到後尾物件。了 the thing is the moment 我叫人走嘅時候，人感覺到有影只是走出去時，我就聽到啊咧囡仔互人講。伊講嘅聲吼是真正。一尖，比一個家己哩個，伊講個真吉利，我知講特伊講嘅時候，我頭毛滾長。不奇怪哦 ，I didn't wake up from my dream 咯，知哦，因為伊真正 real， 伊真正 real。Then the next moment 我會記嘅是，我看到邊啊有蝦米物件，我嚟記下你物件，淡淡點咪。I just 我記蝦米物件，我 just throw so that I just want the kid to get out of my way， 我愛走呢。So I think 真正亂的，但係是我看到真正頭殼真正是會，特人講，特人走了，走去下個 bus， 走去下個 bus，then the bus 是有行，把行。你幫計苗計 clear 嗬？啊，計 clear 到攤啊咧，真正久咧，到攤啊，我會記過伊 details。แล้วว่าไอ้กี่ว่าเรา有ขี่下個 bus， 下個 bus driver 有成講有 injury，because 我看到伊手有血咧，伊特問叫我趕緊走，but 我人無 didn't manage to get out 下個 village 咗。because 我會記 halfway 嘅時有一個物件真正 strong 嘅 push 下個 bus， 但伊 bus land。It bus roll roll 哈落去 ，but the funny thing 是伊無接來，下個物件無接來，講下個 bus 來掠人也是蝦米物件。but 我知講真正濟人到內邊牽去啊，蝦米個了咯。but 我起來嘅時候 the thing 是我會記嘅是，我找我 friend 後生，我特問看叫我嘅名 ，but 我知講我規身骨是袂曉嘅 ，maybe 我本 injured 了。你未使去雲頂嚇？你使去雲頂啊？我唔知哦，但係佢個 dream 是真正 real 咯，知哦 ，real until 嗬，我個聽到阿妹 ，because 唔是特人起個了 bus 嘛，แล้ว佢個 bus roll 嘅時嘛有人牽啊是蝦米嘛，我個聽到我 background 阿妹嗰邊個真人到邊講 helpful 咯就。Then how did I wake up 嘛？我 wake up 時是有人來到卡手咧，我看到一個 light shine 到嘅目睭咧 ，I think 我pass out，แล้ว我起來，然後醒起來。啊，แล้ว我起來，你醒起來做個數哦。你看 until now 嗬，我個真正會記這 dream， 我唔知係咪數，個會真正 fresh 啊，我個會記過。This is one of the dream 我會記真正 clearly。Normally dream 我人一下就袂記啊嘛，一下就。而且一晚日 maybe 1 or 2 days 就記啊。Maybe 是你 ghost story inspiration 嚟，同埋佢寫 develop his story，或者一批。唔，有陣時有可能 dream 真奇怪，你袂感覺到？我冇，我就少 dream， 我袂記，我就去聽我都袂記，我就咪辦得。我聽都袂記啊嚇。我會記時，我同你講，我第一記就是你請起來3刀呢，我會記。請起來3刀啊！有啦，我會講嘅咯，同你講，我請起來時我講係，我講 after 我講死嘅時，我唔知是7字還是8字，唔知咩。我困車到啲房間咧，伊到啲我妹，我知到啲我頭腦我知講是死咧，特別我冇驚。你嚟教我講Merry Christmas，伊教我講唔知咗我未記啊，我講唔要講 Merry Christmas， 又講條條話嘅。特別我知伊是教我講 Merry Christmas， 我 Christmas time 時 ，then 了伊就我就帶去看我媽爸嘛，所以我帶去伊手，我就去我媽房間，去到我媽房間然後我就請起來啊。因唔是講有陣時你幫到你
家己人规身啊样是来报梦啊。我係講你搞嘅，我講。報夢啊！我講唔知有點報嘢啦。係我唔知本特別我講是你搞上面可能看到嘅嗬，伊即係個可能看到是，either 是伊生日，啊不是伊，一個是有咧人做書嘅話是你唔知你講嘅生日，你司機我未記嘅嘛。แล้วรู้คัดจะอีเสียน้อยก็จะอีจะหลังไหนที่กูว่าเขาซึ่งกันแล้วจะจีนี่ตัวกูแล้วอีหลังก็特別旺仔嘅，because 我這裡打我姨，特別講伊是就掉就主年，就是生日咧，還是司機咧，還是蝦米物件，伊特別是可以看嘅，可以看望到嘅。你就是講你就是講住望到，望到阿公啊，琴日本地每吹下伊每看係咩日子。But then one thing 我感覺到真係我真係 curious 嘅是，安尼久了啦 ，shouldn't 伊人應該是 already 想講reincarnate 了，啦安尼久了。你有可能是兩個嘅 memory。Maybe 不喏。Because I think 人講有個人pass away 有10幾年啊 ，normally 就 already rebirth 了咯 ，reborn 了咯。但係就是 memory it depends also 無像人 pass away it depends on when it clear okay if 人 low key they make them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一個 sentence so different people 一個 different 一個 sentence 無像有你較久啊so 有大人就是 you know this person pass away 幾廿百年了 after that finally reincarnate哦，就等陣久。So 無相幾廿年啊，安尼久啊。It depends 誒，人講韓面嘅物件，我真係 interesting 就是對啊。Of course 我幾廿個 interesting，但真係 interesting 就是我古早我到啲 grad school 嘅點先是到我係後尾真正聽，我係 back 啊。哦，阿妹，真正聽 ，I think sprain 咗下面，哇，真正聽。所以聽到幾廿禮拜了，知無？然後直 complain 到我 wife， 哇 ，shit man， 我阿妹真正聽，所以用下面推啊，下面 massage 下面冚唪唥嗰兩半邊，都唔要緊啦，都打橫掉啦。咁直接我困，阿妹。困了 of course 韓邊咯我韓邊我拄到 OK 我看到無蝦米病但係我知就是一個心內唔是無好物件伊就是一個心內一個上個是一個大啲嘅 OK 然後我無看無咩病但係我知伊穿伊嘅 the way 穿伊嘅 clothing 上個monkey god 呢？哦 ，monkey god 是上個大猩猩呢？哦，孫悟空。就係有攞嚟 tail 到啲頭殼，那一穿一啱啊。所以我 because 我幫有當時我幫物件時，我知就是。但我講你時候嘅我都叫咩嚇？呢個大粒頭大猩猩，大猩猩。monkey 嗰個真係是有真係是名。冇上名嚇。我叫嘅就是大猩猩，所以伊就是我無蝦米病未看到真正病，但係你知伊啲穿咗喺你啱啊。then 有當時我 dream 嘅物件，我會知講就是 OK， 這個就是無好嘅，這個就是好嘅，我會 sense 到嘅。所以我 sense 到伊。So 拄好拄到伊到底我 dream， so 伊看到我 ，so 我俾我 respect， 我係我手上個幫講嘅手嘅呢 ，so 我徛掉，伊走去我後尾，佢拍我後尾，哦，佢活我後尾知無？活了，啊，是你聽了感覺聽，你聽先，伊活我後尾，但當然是我啲 dream 掉，伊活我後尾，活了，伊講，青，即係青時我。Immediately from what I sleep immediately 我開我手我拔起來
And then 我爬起來我 realize，哇 ，what the fuck？冇聽我係了。尾聽冇㗎了去。哦。哎，尾聽冇㗎了去。然後我教我 wife 講，誒，冇㗎了去哦，冇㗎了去啊！啲是，然後我 check。哦，我第四日係 birthday 數。哦。So 真係 strange 我，但是我拄到我嘅物件，我後面嘅事。上個我 I had a long trip recently 嘛，是唔是？即唔是 dream 啦，即唔是 dream 啦，特別我教你講 because 以前嘅coincidence就對啦。So you know I have a long drive, right? 對。So one of the days I drive. Then after that， 你哪日嘅教啊？哪三日？你剔。哦，幾廿日咯。But this is I mean 第三日啊，第四日啊。Definitely 第三日。So drive 啊，成了所謂下一個位去食dinner。所以食dinner，即就是正 experience 啦，去食dinner。去食dinner了時，食dinner了時，我啲食嘅 dinner 啦，了我 wife 就是食了，所以我 wife 講，come 啦，食了，咱行車啦。了我教我 wife 講，喂，我 enjoy 我 dinner 食啊，我規日我開車了，搞了，路後我 enjoy 我 dinner 食。所以我數但是我乖啦，我慢慢吐，我慢慢行，然後啲生我 wife 講 come 啦，咱 cover more distance 啦，我慢慢吐啊，坐入車做喺度7點半8點啊，落日頭啊。So 落日頭啊，所以我 continue 我 journey 咯，我慢慢吐啦 ，along the way， 然後 continue 我 journey 咯 ，and then 你知啦，我 travel 喺 long distance 是我 lap 淡薄啦，lap 淡。你知我講係咪啦？我 lap 淡薄啦嚇。So 我入車嘅時，我去 interstate highway， 我 continue 我 journey 嘅時，我 I lap as usual， tapi you know you get that type of feeling， 上架車物件講誒，唔通。冇 something 冇咩好事，所以我咪 slow down 咯。所以一到嘅時，我 slow down below the speed limit。Okay， 行 about 20 mile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 suddenly because I'm 懵嘅，you know，you don't really like。然後 suddenly 看到 the 18 wheeler 到啲路頭前，隔了係 emergency light 在冇。哦。So 我慢 slow down 咯，即是大頂落呢度啲頭前。所以我咪 slow down，所以18 wheeler 冇叮當哦。所以安怎啊？我 slow down 啊，車冇行啦，所以 imagine 我車冇move 做嘢 static posi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interstate。你後尾有車然後慢一嚟line up 樣啦嚇，有特人係 emergency 咧 ，less than a few cars in front of 我，哇 massive pile up。哦 accident。浪車。哦 massive pile up，pile up 架真係甜，pile up to the point that several miles you know several at least guarantee 5 miles of car 隔咗未停檔。For 3 hours. Oh my god. Then 你看馬達啦 ambulance 後面是佢頭殼了。So 我咪坐條台車咯。坐條台車了 sometimes 看人 travel 伊人行伊人 dog walking on along the highway 看伊 dog 斑照嘅 all these things。It's interesting observe。一特人 start to come in 來去咧 because 你未定當出隻嘛。我咪坐條台咯，坐條條。Then after that 伊人 clear 了，人 continue 嘅時，你看到伊車隔了吹嘅了。哦。規那頂隔了吹嘅了，之後 after that 嘅時，我嘅 start continue 嘅時，我等到我 wife 講，好彩無 lap。Another few cars ahead，但是咱 lap we are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pile up 了。
And then it turns out that percentage of accident 真係。哦。我行interstate particular interstate highway 真係dangerous，真dangerous。我個仔叫掉。interesting drive 啊，interesting drive 啊。你講嘅 highway 㗎了，就是安尼看的啦。啊，冇，出嚟就是。有 certain area 你較濟。出嚟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特別我講就是出嚟轉在我哋講未來，特別出嚟 particular interstate 咧，就是路有 declination of 5 to 6 degrees， and then 路有 elevation drop from certain elevation, you're talking about drop between several thousand feet in elevation drop, and then 伊個路咧就是上加彎啊，唔是 normal 嘅彎仔無，一彎嘅120 degrees or more 嘅彎仔無。So 真係 sharp and 真係 long 嘅 turn. So turn left, suddenly turn right, and then you are traveling at like 即快 highway speed 80 miles per hour or 85 miles per hour 真係快啊！ And then you have to turn all these things, and then you're coming down the slope, and then Utale area is you are facing like 40 to 60 miles crosswind. So 40 to 60 miles, you are talking about 100 kilometers per hour crosswind. 我妹妹即係另外一個路 join 唔是路啊，但係當日頭先講就係 join 是住嚟嚇。Linda 是最，mute 掉係咪 ？Linda 是最 ，Hello， 你冇來過哦 ？Hello， 嚇，你是裝？我是陳嬌。陳嬌，歡迎，來名咪，幫你殺嘅。嚇？名咪你？哇！啊，你話咩啊？他幾想啊？好路上。我驚啊！個搞，我都機會笑啫，你講，你到底到落當嘅？到處？我睇咧，到自己邊咧，是到。我到邊咧 Island 呢？哦，你咗隨住邊咧學嘅？我朋友介紹我咯。哦，做工會介紹啊？古仔嗰啲。哦，即係你一隻頭隻做時聽邊咧學嘅了。冇啦 ，actually 我聽真久了嘅是 first time join 嘅。because 頭到哇，等個嚟個愛困咧，頭困起啊冇等。我都頭擺俾講幾個數嘅下。嚇？頭擺俾講 join 幾個數嘅下，還是？冇啦，是3日。哦，你看到幾個咯？冇啦，我冇看到幾個啦。特別我識聽啦。OK， 你確定是你，我這頭邊差唔多未了啊，你到底嚟 join 我另外一個話題啊？ OK， 另外一個話題係咩啊？我想下先，未記啊！我特別記喺 show 嚟看啊！生咩件啊？OK，會使啊，會使啊。OK， 安怎我哋都冇來啊？你成節嘛，見節，我攰咗12點了，你冇，即係一叫我做咧 topic 咧，試過冇來。呀，怪大媽我講我介意講要俾來呢 ？supermarket 嚟啊，伊無收thành link 喲。你 message 佢係伊未 link 喎。link 啦。but next 了啦，睇下你話了。乜有佢？你特咩？特落伊唔是你落緊啱。特別那是被看見。想個咧，往個了翻 error 未接咧，冇可能。安怎我會彈伊 link 了，別人未彈啊？伊人係彈伊 link 啊，特別一 click 啊冇豆嘅冇彈，我唔知點解豆嘅冇彈啊。然後 everybody 有冇上嘅 issue 嘅時候，我就感覺 troubleshoot。個咧人有個咧冇上嘅 problem。嚇，都唔知嗰度。But anyway 啦，另外一特別是，如果到底嚟係講生物件。because 係是 Christmas 是嘛，所以講生物件。OK， 當今。講個秉性啦嚇，แล้ว有時我曬就冇俾出，就會幫曬咧。แล้วLinda 我好你笑笑話呢面แล้ว我幫曬啲嚟咧，定個話題是你講呢面 ，OK？OK， 感謝先朝收聽，แล้ว個老椒普通話用啦老椒
豆嘅嘅英國中，拜拜。咁蘑菇嘅大粒頭，咁成日啷寫我啷幾個數，冇面嘅講冇面嘅冇講嘅正博正。OK，但係講冇啊，我慢慢就笑到出嚟嘅啊。sai mai chuột đéo sai mai chuột đó sao cái chuột cái sai mai chuột cái này我sai bằng隻แล้วว่าสิว่า個 email 可能嚟，你一要見就俾 check 嚟 email 可能你嗰陣時講冇看到 email 咧，就俾佢 check 你spam 嘅看到。但冇嚟講到啲 Skype 嘅 message 話跟我講，還是 Facebook。OK， 拜拜，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Jangan kau pangki hari. 唔係，你咪可以幫洗啊！特別嘅人，冇估你咪可以幫洗啊！你特別冇啦，我叫。係咪嘅？我睇你都喺你 Google semua bang lah. Tapi aku bukan dari top 啲啦。Google Plus 冇bằng啊！這邊我哋頂一禮拜 episode 咧，到這邊第一 subscribe 你看第一 subscribe 咧，時你第一你整咧咧，我能有限掉落，伊咪是為同啲人伊會咁樣講 ，OK Cybertruth，OK， 拜。哎呀，死唔掉，我嘅第個 Skype，之後第個是